童趣是一种没人能拿走的本性，也许只是暂时遗忘了，但当旅人踏进绘本公园，立刻就被唤醒，拍拍照，做做鬼脸，仿佛回到了童年时光。不一会儿，武藏庙也抗议了，吃在地，当地的庶民小吃，一碗清澈的排骨汤，轻轻松松征服味蕾。入蜀里，嘴馋的我还不满足。当地的朋友说，沁心凉的近在咫尺。Toga， 哎，很好。好热哦，我想要喝一点可以消消暑。俺还没杯膨通茶，俺来膨通茶调好啉的。膨通是这边最有名的吗？嘿，俺来调好啉的，俺来膨通调清凉。真的好，那我要杯。好，一杯膨通，好，先呛水你啊。好，谢谢。甜甜的蜂蜜，每一口都让人觉得幸福，但是每一口幸福却是得来不易。而在云林仑背这个传统的诏安客家聚落，有一群勤奋不懈的诏安客，扛起这甜蜜的重担，世代相传养蜂事业，也回应着蜜蜂们每年越过半个南台湾，只为这一口芬芳。听说被叮了之后皮肤会变好哎，我现在很挣扎，到底要皮肤变好呢，还是痛死我自己？它真的不会痛吗？不会痛。我觉得这个老板真的很会说谎话。不会，啉膨通被皮肤揪好的。皮肤会变好。其实我越拿越毛怎么办？每一趟旅程都有一个最特别的印记。此行就是一趟试胆大会吧。接下来看完，请掌声鼓励哦。吃这个皮肤就会好了，你就不用买保养品的，你吃看看，很新鲜。这是什么？蜂蛹。蜂蛹，我吃了他们会不会觉得我是他的敌人啊？不会，绝对不会的啊。蜂蛹好，对，它蛋白质很高。蛋白质很高，为了蛋白质进蛋白质。它是用吃的化妆品，你可以放心。很甜吧？有一点像海胆的感觉。第二个，淋蓬痛对皮肤就好哎，却少有人体验过养蜂人的艰辛，体力和胆识汇集，酿成一滴甜美的蜂蜜，幸福满意。